苏拉来了，我又下来一个了。这边。哇，甩了。你妹妹来不来？来。她等会儿给你送花，我手里面吧。好，昨天晚上你没来。你看。哦，来了，这儿。等会儿给你送花花。好，他们8:50左右。昨天晚上准备了你们2个的，你没来。没来了。嘿嘿。这个妹妹旁边那个13岁，这个穿黑衣服的18岁，老二那个是14岁，这个旁边穿短袖那个是14岁。徐温柔多少岁不知道，没问他的年纪。这个小一点的，曲拉是13岁，13 and 14 and 18，美美 and 小学5年级应该是13岁，那个秦措是11岁。我跑到中间去了，曲哲也跑来了啊！这个很开。今晚人应该比较多吧？星期五啊，英卓哇，戴个帽子啊，今天来得早要直播一下嘛。这是门卡，这个是没有加团队的，这个也不是，这个是秦措，这个是上班。大姐叫卡西拉措。这个徐温柔，这个是387，这是曲拉，那个后面白粉色的叫487，后面那个美美，那个后面不知道是谁，他朋友。这个好像，丽丽也来不了，加班。那个圆在医院里输液，每天都得输，每天打点滴啊，跳不了。去中尔纳措嘛。
播一下，你帮他播一下。后来吴京还帮船夫播一下，帮船夫播一下，把他手机拿过来，还得给他直播一下。我手机像素太差了。我看你是什么嘛？苹果11。哦，其实这个跟没什么关系，主要电池经用的久了，我觉得。哇，树老差有点少哦，差有点少哦，我练着，开始跳了。陈琳，你是不是到现场了嘛？你不是说周末要来吗？输了场有点少的嘛，来以后找感冒比较多，现在这几天。杨杏儿都好一些了，明天可以来，永吉也可以来。对啊，对，郎君卓玛跳得好啊，他比较搞笑。郎君卓玛本来跳舞就跳得好啊，他好像不是正式的，好像他也是挂在那个群众演艺团的，但是好像不，他们好像都是临时的吧？应该是后团那种，搞不懂。他前2天的，昨天应该在昆明做演出吧。他们是小学现在补课也没有多严重的，初中的话就麻烦一点。他肯定一辈子都记得吧，因为瘦的时候社交花那些，他们肯定像星座啊，那个妹妹那些，肯定是永远都记得。来了啊！是。看吧，好久，连续的加班，每天加班。他们准备开始直播。少的那个，你的吧？放里面他就不得。
查理斯坦一个年级。后面有红衣服的那个新学的，我觉得还可以。这个红色衣服两个还在一起，应该现在来的话应该还可以。红衣服的长得多好看，前面扎了一个羊角的一种蓝色的那种。后面戴个贝雷帽的。他们德国的几个都跳得很快，学得很快，我是说学得很快，每一首歌马上基本上1-2年就会了。你要抢他要会有，他不行的，可以摸可以，他不认识抢他呀，试一下吧。他要跟着我走，他对你不熟，他对你不生疏，看吧，他要我抱一下，他把他逼，他不走，他对你不熟，他不生，给我嘛，他这儿跑出去了，是吧？对给我，他不话是吧？给我吧，他现在对你不熟啊，经常跟他玩就可以了。他的名字叫什么？叫欢欢，欢乐的欢，欢欢，他叫欢欢。也有个狗，他名字叫嘟嘟。嘟嘟啊，像小朋友名字。那他喜欢干什么呢？他喜欢跟我在一起啊，因为我走那个地方，他就走那个地方。哇，我这边5-6个小朋友，还有看错了，是丽丽哦，我以为是我母的，我以为我母又换了服装了。很辛苦啊，这辛苦吧？这不是辛苦，就好多，这是做的他们自己编的，应该1-2年了，1年多吧。这马上冲过去跳去了。这是德老番剧欢乐好像是。啊，去看过搞忘了。欢乐的舞蹈好像是。挤不下了。堵车了。
他们3个一般都在一起，银座、罗马座、雍正，他们3个标准比较高，都1.17米以上。前面有小孩子就是，前面有小孩子的就是最前面。这个丽丽穿的好那个，好时尚啊！时尚的丽丽。这说了绿色的什么意思？昨晚是打 PK 又输了吗？这个强。网络应该不卡哦，我这边带宽一般，我设置6兆，应该跑满了，跑满了。它都是围绕2圈，这里面是1圈，外面第2圈。许多人都把衣服脱了，有点热。还有好多没来哦，登真也没来，登真、秋姐，还有好多啊都没来，应该慢慢就来了。感冒没好哦，没完全好，都没好。杨秀也没好，还有现在也严重，应该一直很严重的就是那个雨涵，他每天都在医院输液。穿了红色衣服，昨天穿了粉色的好，可以哦，好看。哇，这3个小朋友坐在那地方玩，哎呦，他坐在地上玩。
把引座都画错了，把拉错了去了。昨天晚上他们穿的衣服都穿的一样的，基本差不多，但是。这个收的宽一些，这个我设的是 HDR， 这个是亮度不一样，亮的不一样，亮的很多那种更正。哦，对对，这个亮一些，亮的很多。这个是一般的。大家都有点咳嗽。这个我看着容易，实际上跳的不容易，难到你。好熟悉一下，搞忘了。本来这歌一下很熟悉，一下就搞名字了。他跳都不跳的，走一走。
个小娃娃才10多岁，啊才13岁才晓得。啊，他们那是不是一家人？不晓得。他是他大姐，他二姐肯定是家人噻，可能吧，他们是家人。没他上岁了呀二姐是，他我说的，他二姐14岁，大姐18岁，他13岁，去他是3岁。康猪来了吗？来了。看了晃看了一眼，哦，你个个单独拍好吗？单独拍一下，我每次拍都全部是一起的。谢谢咱们家的新出的一年新衣，谢谢。丽丽的对的。好像对了，这个影片里面有大老虎，大西。这上面有这儿，他们要把龙都没来了。666，好气势！我们最帅的团长，这是啊，周八来了吗？哎，周八来了啊，他给上班了嘛？加班？没加班嘛？周八确诊也不知道，因为他们没在一个公司。哦，
这里这些仪式，为好是说起的，说起现象。啊，哪个呢？这边2个小朋友。还有一个，看一下，是在这边。背上有小娃娃，他们2个在一起啊，背。跑哪去了？哪，两个拿一起，拿在一起的，这个。这个，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在这儿，也是有款式的。这个小娃娃3年级的。哦，那先从前面那个嘛。可以嘛？好嘛。先从前面那个，先从小点那个。嘿嘿嘿，他知道那种视频。还有个你姐姐的，这个是你姐姐的，对，那个是他的。哎，这天插牙花那个。今天我就买那个零食箱，买光了，我就买了其他的。他不上包，他摸可以摸。对，我抱着他，对。Thank you 什么 ？Thank you 金明珠。没看到汤猪啊？没注意看，就走吧的嘛。他说你不来，他确诊说你不知道要来，因为没在一起。刚下班。有点热啊，把衣服脱了。我去喝喝什么意思？那个沙朗在里面对上吗？他们是在另外一个公园里面跳吗？是在你那个地方跳？WO 的是韩元，韩币，韩元吧，韩元。没有了。
情况？你坐在地上耍了？跟着坐在地上玩儿。这三个，你看，这三个。三个稍不注意就要摔倒。就在那边。啥子？扎线了，快点了，下一个嘛！啊，求你了，快点！一天饭噻。你上面直接翻的是什么？限行就是成都车太多了。成都车私家车排名第一，全国第一。啊，对，有棒棒糖。啊，对，我看完哦，今天应该你这个不知道有没有。这是我姐姐的。对，都一样。好像它应该是每一个像我都查的有那个。昨天我买了很多棒棒糖、口香糖，哦，没有口香糖，棒棒糖和那个泡泡糖。口香糖没什么意思，嚼了之后几下就没有了，就只怕跑。徐院长。Because Chengdu car in China top 1， 车太多了。下周场白玫瑰，这个是拉姆，这个这两个暂时，这个叫啥？下周茶吧，他们在成都这边人比较少，在其他地方人比较多，应该有10个20个左右。在老家那边人比较多一点，成都这边只有几个人在这边。这个胖一点叫拉姆，好像是，还是高一点叫白玫瑰，它也在涨价1号。这边不是双号，不是单双号，它固定的。成都工作日5天嘛，星期一的话1和0，2和8，哦2和7，3和8，4、7、5和0，1和6。星期一的话1和6限行，星期二就是2和7，星期三的3和8，星期四就4和7，星期5和0。应该实习了好多年了，10多年了吧。这个是康猪啊。他们两个一般2个一在一起过来，这个我不知道啥名字。应该站在一起啊。不呀，他到处在跳吧，他唱歌唱的比较多。他一般是去什么演艺厅，他自发嘛，自觉嘛，没有要那个。怎么说呢？就是，算了。
是康珠。那种，应该是那种。康珠应该在直播吧？这个是送水的。啥意思？是给做嘛粗的嘛，还是用针的？小老婆是那个胖一点的，这第二个，下周的那个下周差不多，左手边那个小老婆，这是下周茶务团队。下周茶务，这个旁边是白玫瑰。白玫瑰，他们两个关系最好的，随时在一起跳舞。一站在文化公园那边，一在庆阳宫。还要签字，还要确认。上新屋了吗？没有，明天才放。现在不能放。这个是青稞酒，对，康珠也会跳。划算，打错字了。啥东西给他咳嗽呢？啊，我报那个好几条咳嗽呢，这个频率咳嗽呢。我拍一点康珠的。
2天就学会了。转圈别人也是在，别人转圈你给他转就是。这有点长，4分03秒。我们在教他，教旁边的。边教边跳。曲嘴变得很温柔的现在。他说：“就看嘛，梅朵那些，你那些好温柔嘛。”我说：“你不是很温柔的吗？”他觉得有点比他们更加那种更加温柔那种。颜色好鲜艳哦，3个颜色。卓玛出的颜色，上衣颜色和雍正的裙子颜色一样，3个颜色的。他们还要跳1九错舞，今天晚上1九错舞，好多天没跳了，10多天没跳了。气氛站拢一点吗？气氛站拢一点。比高啊，我们的比高，比谁高，比谁高。这2个还有高的，曲嘴站的还不是很高吗？还有，继续留啊，说话。这都惨。看个直播谁啊？不知道。这个是哪去专场？瑶瑶现在一般都在西门桥，叫翻，叫5个字的，今天他们去张泉印象去跳去了。叫蜡曲下周岭好像，西门桥的团队叫那个，他们瑶瑶和那个金星人应该是瑶瑶吧，还有那个蜡曲的这几个。
xem ni mà chỉ tao thì số cái chỉ số chỉ sinh cơ số nó chỉ trốn số tơ lơ số đến ra phi u sinh cơ số nó chỉ trốn số tơ lơ số đến ra phi给他们两个拍一下。哎呀，你稀客，他不把名字隐藏了，他把那个名字改了，改成用户什么什么一长串，他名字把阿布都去了，都不知道是谁。他说隐蔽点好。网络有问题吗？卡了吗？马上就好了。现在好了些吧？现在好些没有？现在好些没有？网络问题，稍微有点卡，network have a problem. Maybe no, it's okay. Maybe no, it's okay. 现在好了，现在好了吧？现在好了吧？起来了。扛出来了。扛出来了。今天没带相机。好，带手机拍一样的噻，有啥子？想拍就拍。有效果还在帮衬呢，这个不得。现在好没有？现在好没有？现在好了吗？我充电了，哎。iPhone都觉得效果，目前视频里面所有机子只有苹果效果最好。三阳开台有点恼火，有点恼火。每个人的症状不一样，有些有点反应有点严重。去嘴儿好温柔，温柔的去嘴儿，其实都很温柔啊。完了，不怎么温柔的就是去针那个温度，因为它幅度比较大嘛。么，哎呀，有吧？直接爆吗？啥都差不多。300太远了。你是300吗？300多。北美贵。
不跳点儿冷到了，对，有点冷。对啊，跳起来啊，不然就感冒了看嘛。跳。好多都感冒了哈。摄影师说我的衣服啊，不及格。你就可以买那种含棉的那种就不冷。你看到很薄的那种，就穿个衬衣，但是很热。111号17来喽！脱衣服去了，有点热。111什么？怎么回事儿？开始了。带起有点忍者的那种，有点忍带，把头再扎一下，就像日本那个忍者那种。今天我不想跳。好了热火。你看我像什么？像打劫的，是不是？打劫的，像抢银行的。晚上的加到几点到？7点到。真正的。走一圈儿，还跳15明天跳15。要不然你是不是那边？去商场那边吗？不是啊，你一般这里就是最近没去青阳宫了哈。没时间了，这儿跳到10点多啊，10点多，然后10点40要关门啊。过去只少了几分钟嘛，赶回去。
影响，它那个正常的，它那个不流鼻才有要流水的话就不正常。流水了，流水是感冒了，不是感冒，不是感冒，它那个它不流是健康状态，不流水就只有肝的就有问题。我操！他比高外嘛。你看，现在冬天冷了，它都不下来了。哎，有一点点，它就不想下来了噻。你要顶脚噻。不是的，他习惯了，因为我抱了很长时间，他都是抱了他跳舞的时候抱了他就习惯了。然后现在你就放在底下，他只要跳舞的他都不得下来，他习惯了。反正不跳舞他就在那随便跑。啊。哎，他看他们跳舞嘛。他看他们跳舞。你把它放在底下，肯定他要来扒。哎，对，他要看他们跳舞。这个歌好看，不是好看，是跳舞好看，节奏很快。他们那边抱走了，在那边你看了，哎，在哪？这边要抱吗？他要抱的热和，他说抱的很热和。
羊血来了。他感冒还没好嘞。谁的？哦，杨血儿，他打吊针，这个是杨秀，看是不是？是谁？我不知道。啊，你不认识啊？尴尬了是不是？啊？还有10分钟，9点半是不是？还有6分钟，6分钟，6分钟，6分钟。以我推断的话，应该是长春那个还拍得可以。拍了就发嘛，随时就发。他那个动作快的本来就好看，后面节奏也越来越快。今天给我走，我都不用管了，直接发了。放这个面面。还可以了吗？我还没见没了。他要调新的，我明天才调新的，还是要找个蜡去的，找个蜡去的。去真的选歌曲，选表。这个是谁？我不知道，有点像石泉鹤，但是不是石泉鹤，或者是个康州的一个朋友，我不知道叫啥名字，没有问。名利我是知道，OPPO，他也不算出走吧，反正就跳舞不存在，每个场所都可以跳，又没交钱是吧？钱我那边还交20块钱呢。他们不交钱，他那个地方只要交都可以跳。哦，来了，他找我，他又找我。他就想着你来了，哎呀！排练每天都在排练啊。每天都在排练啊！今天晚上还要排练，今天应该要录视频那些，应该明天吧，今天。明天就新的歌曲要上线了，新的舞蹈，新的歌曲。还有一首还可以跳，还有3-4分钟，还有3-4分。我们有这个，你肯定要有3个嘛，是13嘛？像素不得行，还是要这种带头的，肯定噻，专业的。它那个有那个胶件不一样，就是
相机没有。银城的一对，我个，在搞那个。一个是小姐，一个是分店的。因为我原来那个不带大光圈嘛，这次我带大光圈搞一下，手机够了，我觉得手机都完全够了。完全够。你就像那种像云峰他们拍那些，一个人拍几秒钟那种就是说相机拍。你进去看了那表，你都比小点我觉得像我们的手机随便抓拍。的像个看2.8或者1.8的。现在刚刚发布那个微弱的彩蝶，它有点彩色的镜头的嘛。哎，和它调教，它是银城的，星空。也不算新的，他们明天开始跳3个新的，有3个新的，3首新歌。明天要拍视频了嘛？明天拍完整版，然后晚上就开始跳。他们团队拍哇。这个是在编舞的时候练了一下，今天要跳1首，还有2首。再不拍，今天就完了。我不知道今天又拍了多少几十个视频，反正每天都发不完。我现在手机都512个 G， 现在只有昨天拍都已经没有空间了，然后删了几百个 G。我看温柔的曲卷。这个啊，它5倍，它有个那个要有1点那个延迟，蛮模糊的。它等一下再调那个，因为它要锁定。苹果就是这样子的。这个不太还有个电影感。一个麻咋的，模糊的那种。反正放大了效果挺好。还是得换那个比较。我觉得你说投不想投入好多，就可以买2画幅就够了。没得必要，因为它个镜头也便宜，机器也便宜。你没发作品？我随时在发。你随时在发？我想一天发70个。我关注了好多个，但是不晓得。我发几十个。我发几十个。Hello。弟弟。有点早点穿有点感冒。你好。咳嗽。对，他给你找事。周末可以发个空图的。其实你这个全程录像的更好剪，回去来看到哪里直接剪了的。对。这个美女叫什么？那个丽丽。大美女。马尔康的。丽丽。马尔康的大网红啊，也是。还有个网红。马尔康多啊，马尔康都是多。
还有我母吗？我母明天那个实际城担保他们的孩子。哎，我没注意到哦，他肯定不要花了呀。他肯定不得会走噻，他肯定要找你噻。那个担保的店儿在那个实际城那边，明天就配了。明天啊？明天就配。他们在校长的问了来，还有那个查证书也在，就担保。这不熟悉我配的吧？就那个什么樱花和那个樱花和石榴花，他们在那里站厅里头。他说明天还在，明天就瞧一下，跟他们配。哦，那个人骑那个摩托车那个火的，啊，那个火的那个，他好像20-30万那个，我去扎西的。好大嘛！哈雷他们以前在重庆700-800台一起参加巡游，他们。我等会儿走啊，等会儿走。刚刚还在呀。我等你嘛，你去嘛，你去找他嘛，打电话嘛。他闻到你身上的味道。哎，我们早就回去直播去了。他在你身边，他就感觉到很安全。他看不到你，他就东张西望的找你。对，找到了。你姐找你。找到了。哎呦！宝宝别倒，不要搞忘了。你们是一对的吗？他们2个是两姐妹。他住得很近。是跟你？没有啊，他们几百米，他们家里几百米的。我以为是跟你一路来的呢。啊，没事儿，你随便嘛，你卡到里面嘛，卡到里面也可以。全部都没看到，你一个人在看。哎，今天晚上我一个舞都没跳。真的，你跳腻了啊！你都跳腻了。哎，正儿八经那个跳腻了。我觉得有些比如说我下了勇气了，好多人我看啊，有个人说到我的头来耍，真的是太多了，就是这些太多了。还在讲什么？好了，找你的爸爸去，找你爸爸。我老婆就叫他仔仔。不是，他就叫他名字嘛，好像那种不亲热的，哎。还有谁吧？没有啊。这个拍一下老六嘛。怎么那个没来呢？我母。昨天我偶尔休息一下，没事。你用了1.2了。什么？不固定今天不1.2，兄弟老子心里。不要吓着你了。1.2好用不？1.2好用啊，你看嘛，晚上不用，我今天不用，我曝光都不用增加，就基本上不用增加，我只加0.3，稍微加0.2。哦，用的哪个档？你定做的，他自己用。我弄的像 A 档，我自动一样的，弄 M 档一样的，弄1.2。我叫啥子？光圈有些人。光圈不，你看，我自己设个自定义模式。你每天带他像上班一样，他不累吗？他不累啊，他每天来看你们跳舞了吧？他每天来看你们跳舞了嘛？他每天来看你们跳舞，他哪儿累呢？其实有你了。他过来在监督你们，他在监督你们。其实有你那个相机，就拍他们跳舞那个效果还好一点。手机拍的话，像云峰都买的那种嘛，他买的50 1.2，都是买那种。我买了之后，他们那个老王也买的那种1.2，现在27。哦，没有，老王买的271.2代。其实我也想整个1.2或者1.8，1.8应该都差不多。50 1.2最好，要么就是35 1.4，或者是35 50和85，还有135。
要半身的话，反正50就是人的视线为主，相当于50就是就不需要。 50其实全身就可以了，主要是全身。主要是它的镜头是画质是最好的，目前这个50是其实所有镜头里面天花板，价格很贵。你现在今天时髦出了个新的720p f2.8，然后定价预售价是11999，11000，买的话肯定11500啊或者700买到。就今天刚刚好，明年就发，好刚刚预购，今天发布的。蔡司那个50不带放抖的。 它那个720p带防抖，就是重量是1345克，还是要带防抖的才行。不带防抖的话，这个画面都带防抖啊！你像那个索尼的720p和70都带 OSS 都带。蔡司都不带。不，蔡司你说啥子？就是手单独的蔡司镜头啊。哦，蔡司那个蔡司50。那是老款的了嘛？蔡司55那个我看。老款的那些的不要买，那个还价格不是很便宜，还。索尼那个50嘛，后头59000多了。 我这个记性它这样子嘛，反正都要费电的，啥子嘛。反正电的好多。哪讲得清楚？我没有拿那个钱啊，不要再乱传了，谢谢，我真的拒绝。而且还是那样。我觉得够了，发那些，本来发抖音后面有这720，晓得吧720啊。它最高就只有720分辨率。 只是说像我们那种拍出来上的超彩，看出来很清晰。它其实最高分辨率对对对，它只是说看得很那种，一看就是不是手机拍的那种相机拍的。它分辨率最高的是720。是嘛？主要是拍出来发抖音拍得好，还是很好一点的。抖音最高分辨率只有720。这个光线好。 它自带那个光线，那个灯泡儿带那个射线，而且这境外那个光线只有这边好。这边好一些，哎，桥那边光线好，太黑了。那边黑一点。就这一坨光线最好。昨天拍出来太难了，就昨天拍出来。拍出太难了。可以，这个发的量很可以噻，就不存在那种。只是他突出发的主题就是。我靠！我怎么会口试？昨天拍娃娃的。啊。拍到这个版本了。咱们下去卡是最好看的后面。他动作很快。太快了后头。他们说的网友说的，感觉是加快了呀。他们网友说的，咱们下去卡是最难跳的。 确实也不我看他重复的太多了，下去卡里头。前2分钟是正常的，后面1分钟左右就全部是快动作，越来越快。是这个画质还可以。硬做的吧？硬做的。有点带帽子，主要是样子好看一点。其实还行。 后要自动停了呢？有那个自动停了吗？还行。下一步去哪里了？在店里是吧？在那个店里。你们家昨天那个没有想法在扎西的。给我们这个快，比我们的快。 他本来跳的很好。啊，开着嘛，兄弟。我这好快都有点不稳了。感冒了，太感冒了。我跟你说。